上帝每次咧喺最關鍵嘅時候咧，都幫學校去開路，讓到我哋繼續喺呢個社區咧去服侍我哋嘅服侍對象，令到我哋咧仍然有一個咧可以咧持續咧去為神作見證嘅一個咁樣嘅位置。祝福所有老師同同事、全體大家同埋家長都係恩典滿溢、身心安康。我哋都希望同學出咗之後係可以有更大嘅發展，藉着呢度嘅教導，可以係繼續向前邁向。內容非常精彩，有各項嘅表現，相當目不暇給。啲同學仔咧兩文三語，多才多藝，睇到我咧真係目不暇給。表現得十分精彩，百般武藝，樣樣俱精，完全似一個國際級嘅學校嚟嘅。今日嘅匯演真係好精彩啊！無論係雙節棍表演、學生嘅弦樂團表演，都真係見到許大同學校嘅學生真係多才多藝。未來嘅50年，再喺個社區發光發熱啦，做更好、更多幫助唔同國籍嘅學生啦。老師亦都係非常之努力去因為嗰個轉變、社區嘅轉變啊，而去努力嘅。非常之開心，非常之感恩。剛才咧就欣賞咗同學仔好精彩嘅演出，充分咁展示到許大同學校今天多元智能嘅發展。盼望喺往後嘅日子，嚟緊嘅55年，繼續去為社區服務，去愛護呢一個區裏邊嘅學生，讓學生有美好嘅成長。今日嘅匯演帶嚟空前嘅成功，好多謝許大同嘅學生、許大同嘅老師，上上下下一心去為住55週年校慶去預備。好多謝學生佢喺舞台上邊努力去展現自己，展現出佢哋嘅自信心。好多謝老師喺背後默默耕耘，去幫助同學成全佢哋嘅自信，讓佢哋真係成成功功喺舞台上面表演。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生日快樂！耶！生日快樂！